前聽 Facebook 咧，就啲人就話佢啲辣都已經好犀利㗎啦，所以我第一次嚟咧就淨係嗌咗個小辣去試下先嘅啫，亦都發覺小辣好辣喎，但係都啱口味嘅。呢位鐵漢柔情勝過黎明嘅鼓手，就係頭先勁辣冷麵嘅老闆。我就打鼓嘅，打咗10幾年啦。大概7年前係抱住貪得意嘅心態，同女朋友去朗屏天橋做小販先嘅。原來反應都好好喎，咁咪索性入埋鋪咁樣。幾年嚟，佢都好專注喺夾 band 同埋開音樂班度。呢度只係負責炒辣醬，鋪頭運作就由其他人打理。點知疫情殺到嚟，冷麵店變成救命稻草。即係譬如我之前有40幾個學生嘅至少，點知而家第2波嘅時候咧，得返2個學生係上堂啫。除咗教班，佢哋本來仲喺婚禮、商場、酒吧出 show。以前1個月10場，家下完全冇 show，唯有喺鋪頭幫手做下外賣。踩單車踩多咗啦，對單車嘅認知都熟咗啦，咁身體都健康咗嘅。音樂係至愛，但對辣佢亦都唔馬虎。爆辣2個字唔係吹水，研究咗4年先有而家呢個辣度。我係無底深潭嚟嘅，對辣呢啲我係暫時冇嘢可以覺得，我係覺得辣，即係會覺得辣到食唔到咁樣嘅。呢度一共提供6個辣度，另外可以揀配料，最多人揀冷麵加蟹子。想豐富啲，可以揀冇麵嘅小食，有魚片、大腸、粟米、火腿丸，加埋10種配料。以前日日接觸到音樂，而家就日日踩單車送外賣。會最唔開心呢樣嘢，覺得好似感覺上好似慢慢淡出咗喺鼓嗰度。所以佢寧願凌晨4點起身，都要繼續練鼓。你音樂湊大，一世都唔會放棄音樂㗎。現實令到焗住我哋要停啦。咁停嘅時候，我哋可以趁呢個停嘅時候，喺音樂方面 prepare 一下，即係譬如樂隊練習多啲啊。真係要需要取捨嘅時候，要去到呢一步我先至揀音樂。如果唔係唔好，我都會一齊努力去做咁樣咯。